哇，喺1986，轉眼間係真係講緊40年前嘅事咯。每一個唱片公司推出嘅歌曲呢，佢每一季推出嘅歌呢，都係大家係可以依家即刻可以噏得翻出嚟，嗰啲歌名你即刻可以識得跟住唱。咁你唔夠同人哋爭，但係你又好想有嗰隻 hit 歌呢，就會出現啲咩情況呢？撞歌啦！最厲害旺角嘅唱片鋪呢，即係我唔係講笑，係多到好似真係便利店咁樣嘅。1986年年年呢，最緊要嘅所謂嘅大 show 可以出席到呢一個大 show 嘅星，即係你少啲份量呢，少啲級數呢，即係沾不到邊啊！即係嗨都嗨唔到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再次歡迎大家嚟到音樂時光機呢個 podcast， 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Joey，A.K.A. Chubidua。今集呢個題目好得意，叫做請回答1986。咁我當然有諗過啦，因為其實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有套韓劇叫做《請回答1988》咁樣嘅。其實我就用呢一樣嘢去諗翻今年啱啱2026年開始啊！哇，喺1986，轉眼間係真係講緊40年前嘅事咯。我哋40年前其實係所謂百家爭鳴，有好多嘢都好得意。每一個唱片公司推出嘅歌曲呢，係百發百中嘅，即係我依家諗翻起去聽翻當年嘅歌，即係唔好淨係計年尾係啦總選嗰10隻歌，佢每一季推出嘅歌呢，都係大家係可以依家即刻可以噏得翻出嚟，嗰啲歌名你即刻可以識得跟住唱。個樂壇大家咁盛況，咁即係有一個好良性嗰個競爭呢。咁我覺得我依家睇翻轉頭係其實係有好大嘅感動嘅。主要講翻1986年，大家其實流行緊啲乜嘢呢？咁首先第一樣嘢喺呢個樂壇上邊就係跳舞歌曲啊！當年呢一個 disco 大行其道呢，有好特別好得意嘅一個現象啊，就係坊間裏邊好多跳舞歌曲呢係應運而生。咁有跳舞歌曲之餘呢，仲有好多 remix 版本都推出咗嘅喎。咁呢啲 remix 呢，又係可以隨住佢嗰個歌手推出完一隻專輯之外呢，仲有好多 remix 嘅大碟或者細碟一齊咁跟住去做。再者呢，就係其實日本嘅改編歌曲，亦都喺當年呢更加發酵得緊要。喺每一個歌手可能推出一隻專輯嗰度，如果你冇一兩首呢個日文改編歌呢，即係唔夠人哋爭啊！即係因為其實要攞版權，咁你唔夠同人哋爭，但係你又好想有嗰隻 hit 歌呢，就會出現啲咩情況呢？撞歌啦！即係人哋又攞咗嗰隻日本歌嗰個版權。咁但係你又好想改喎，咁就會出現有好多呢啲撞歌嘅情況，亦都係喺呢個年份呢係比較特別嘅一個現象。我細個開始就已經好中意聽歌，我細個係聽卡式帶嘅，跟住阿媽或者跟住我爹哋呢，咁去一啲旺角比較熱鬧少少嘅地方我哋出街食飯或者行街呢，嗰啲唱片鋪或者未必係一間鋪頭，佢可能喺女人街一啲檔口係可以賣到卡式帶或者黑膠碟，因為嗰陣時仲未盛行嘅 CD。嗰啲檔口呢，好得意嘅，佢係成塊一大塊板呢。嗰啲卡式帶呢，咁就一盒一盒咁樣排住，咁呢啲人呢，就會喺度揀咁樣。呢個就係我童年回憶。到後期可能真係90年代最厲害旺角嘅唱片鋪呢，即係我唔係講笑，係多到好似真係便利店咁樣嘅。可能真係行過幾步，你就已經會有一間唱片鋪。咁可想而知，大家幾咁熱愛聽歌，幾咁留意呢一個樂壇。今日又帶到有少少珍藏上嚟俾大家去分享嘅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
1986年白金巨星耀保良，年年呢，即係最緊要嘅所謂嘅大 show 啊！咁呢一個係1986年佢哋當年大 show 嘅一本長刊啦、特刊啦咁樣。大家可以望下啦，可以出席到呢一個大 show 嘅星有邊啲呢？有妹姐啦，有 Lam 啦、呂方啦、鄧麗君啦、哥哥 Leslie 啦。仲有欣妮姐姐啦，即係你少啲份量咧，少啲級數咧，你都唔使旨意可以，即係啊，即係沾不到邊啊，即係嗨都嗨唔到㗎，上唔到呢啲大 show 嘅。咁呢一本就係我嘅係啦，少少珍藏咁啊，佢裏邊有每個歌手可能近期去做緊啲乜嘢啊，啲介紹啊，咁樣係啦。咁你睇下欣妮姐姐真係當年真係風韻猶存啊，真係好靚嘅佢。呢一個就係1986年我儲到依家係啦40年嘅一本書仔。咁呢個呢，就係隔咗2年之後啦。咁其實就係金曲10年，係香港電台10大中文金曲舉行咗10週年之後嘅出嘅一本特刊嚟嘅。咁我覺得呢本都係一個好值得珍藏嘅一本書。喺當年1986年，其實有咩歌係得獎咧？呢個10大中文金曲。咁我其實而家可以同大家講係例如有羅文嘅《幾許風雨》啦，陳百強嘅《凝望》啦，有梅艷芳嘅《愛將》啦，仲有許冠傑嘅《心思思》啦。譚詠麟咧就一人獨攬咗2首歌，有呢個無言感激同朋友啦，仲有張學友嘅月半彎啦，當然唔少得就係欣妮姐姐嘅海上花，仲有林子祥嘅阿 Lam 日記，同埋張國榮嘅當年情。你諗下10隻歌，你哋每一個人到依家為止都肯定會識唱，即係一個樂壇上面，我覺得呢一個年份呢係一個歷史嘅印記，佢去反映到當時其實整個風氣係有幾咁好，同埋所謂真係百家爭鳴，為人津津樂道嘅。咁而我個 playlist 同大家揀嘅歌呢，亦都係1986年喺心目中會係有一啲好特別嘅位置啊，或者係大家真係覺得當年嘅 hit 歌我仲記得喎，例如有欣妮姐姐《海上花》頭先有講過啊，又或者可能係林志美嘅《雨夜鋼琴》啊，但係亦都可能有一啲歌大家未必會成日聽，但一提翻起係喎，原來何嘉麗嘅《無可奉告》續集又係1986年嘅喎，跟住可能蔡楓華嘅《也許》到依家咧成日咧會聽深夜節目咧，成日都會播嘅呢隻歌，咁又係1986年嘅作品。嗰幾年呢，喺呢個樂壇有一個幾特別嘅風氣，我相信呢，一定係會關外國有一隻歌曲推出之後而影響嘅。嗰隻歌呢，就叫做 We Are The World， 係啦，咁出咗之後呢，大家呢，香港啦嚇，咁台灣亦都有啊，咁香港有出有一隻歌叫做《地球大合唱》，咁台灣又有出咗一隻歌叫做《明天會更好》，就係集合晒成個樂壇裏邊所有嘅歌手，大家一齊同心協力，係啦，即係都不分彼此啦。即係我哋唔好再計啲唱片公司之間有啲乜嘢嘅競爭，咁我哋一齊去合力去唱一隻歌，去表達。今次呢個 playlist 嘅最後一隻歌叫做《和平之歌》，想特別同大家介紹翻。其實呢一隻呢，亦都係所有嚟自唔同唱片公司嘅歌手一齊去大合唱嘅一隻歌曲。咁我覺得係非常之令我再聽翻嗰陣時，我真係覺得好感動。好啦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為止，我哋下集再見。